求人众，而先自卑；不以民众，而欲自义。虽弗有于天地，如一羽之莫成；虽吐纳于鸿儒，无一毫之备损。此即所谓亲也。亲则亲，亲则生。天之上浮而虚者，亲也；道之无往不入者，亲也。唯能磨砺至于纯精，而后能超然高举，不至于俗；唯能剔习至于极细，而后能萧然直往，不拘于形。故曰化。中庸称至诚能化，孟子称圣人大化，皆必先有谦之德用，亲之道力，非一蹴可及者也。大道若虚，大德无名，谦从地道之纯净，以习于虚；自山道之知止，以静于大定。与佛教止观定慧，同一法门，又兼连山归藏二义之妙用，以发味道儒两家之治教。故自从言兼，兼止兼二义，通二教，连山义，原名兼山，言止至诚。孟子所谓之言，诚必始于言。故谦德非独退让也，乃人道根本，合天地之道，而得其中和；明性命之理，而通其妙窍者也。谦其一言哉！是